剧院继续在上海天山一副舞台为您现场直播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明星版粤剧《孟丽君》。孟丽君这出戏啊，是一出极具传奇色彩的喜剧。自从1980年由上海粤剧院创排首演至今，一直久演不衰。今晚我们将看到的这个版本啊，是一个全明星的演员阵容，非常的难得，汇集了上海粤剧院诸多的明星，真可谓是群星璀璨，精彩纷呈，绝对值得期待。那么在我们现场直播的同时，依旧在新浪微博 CCTV 空中剧院官方微博上在进行同步的网络微直播，欢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互动交流，分享您看戏的感受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好戏马上开始，一起来欣赏由单养平、张瑞红、钱慧丽、张海林等粤剧名家合作带来的明星版粤剧《孟丽君》。
夫元帅，你当了省长，立了大功，朕赐你御酒庆功。谢万岁！有了丞相替朕把赞，真是把赞。谢万岁美举，王夫元帅，朕还要赐你芒毛牛蛋。谢万岁，臣不要芒毛牛蛋，不要芒毛牛蛋，那你要什么？臣有万岁使臣一道诏书，一道诏书，要它何用？用它报谢有为众人，请加他小弟不得自用。众臣罪了，不把自用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！那莽子元虽以欺人为禁，虽3年牢狱不应顺平，故而不能采取同意。原来是此啊，丞相，此事就办请丞相复查周旋。真是啊，王副元帅，忠诚虽远，理当朝夕。将军有功，不可负伤。朕诏赐你芒毛虐待，我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责。万岁，臣不要封国。啊，这世上竟有封国而不要的，这又为什么？啊，万岁，一臣快啊！母亲啊，苦苦惜他。
不元帅，万岁金殿赐婚，这乃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，哎，万不愧为贤呐！二位大人，小的是与莽家小姐定有婚呀，实是万万不能另聘他人哦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哦！啊，太师，你为何如此高兴啊？万岁，老身闻得那莽里君哦。金马碧月虚花，毛巾城。天花万早晨，是也差异。那你君你是财神女，真有万岁气死我。那莽家远有一场情，这万人之女容人。祖孙不知财神女是天堂。见到分明无罪，不枉法分明有罪，无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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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罪，二等休要争吵，这有才无才嘛！万岁！我请丞相指教。万岁。臣凡是从前有一空门弟子，名唤曾生。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当岳辈，大棒当逃生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曾生得道。小王大不为忧伤，大王大可是要把涉江孩儿当时岂必要家中父母的不处也。此次他父母就在一个是他吧。万岁，正生是因黑子举杯，举一万他，那月月人因他比他王当之。莽里君策不到之，岂必要加重朝廷的过错？小子事情，大王可知？忠臣事君，远有可道。此乃先辈生辰，自以虚应也。呀！丞相不愧不要多才，今日时过冷静，怎么也必呀？啊！那莽里君不但道德无罪，完全道德好，道德好，还有道德好啊！此次上来，那莽里君越狱先到，确是无才，无才，好，无才无才呀！谢万岁！马里君就在不在斗地场，我女儿放在一须往出讲，君不喜也从不理，王万岁成天坐在平地花。万岁！马里君又在不在一民多，我与他早些死落远安家，少娃死了马里君，我女天心望也过去啊。过去有情有义，应该列莽家。这么今日应该列两家，莽家两家，莽家两家，
王家，二等兄呀那喳喳，是今是两个女子都在家，这有趣的婚事。万岁！我真发了。你这个主意，可要靠着体恤生意哟。丞相啊，你这个主意可要趁着厉害的哟。你这个主意不怪小将大人他女儿是终身大事。丞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。本此不怪其到有生的终身大事。这个主意不知不好呐。让我细细地想一想吧。今日承诺是一难，这变化是我把不谈。西方路人与多离，变真情有呀。如今我女怀难当，有妻君陪，这吉林接令须人亡。王太儿呀，今年能过4风云，接令为我继王未曾举过他，杀一杀迎凤太儿亲手打，曾经见头杀，万须接住万岁！一臣之见，王婆有才，与他忙家有婚约在先，是一忙离居，有才你该与他成亲。那要是没有忙离居呢？要是没有忙离居呢？那时常该与侍女小姐成亲哦。是，这万万使不得啊！丞相旨意公平，元帅不容多变。只是这孟丽君究竟在哪里呢？我看那孟丽君到底在不在啊？只有天晓得喽！万岁！臣愿弃官寻找孟丽君，哪怕随便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她找到。那要是他1年不见，我就揍他1年；10年不见，揍他10年；那要是他1辈子也不见你，我就揍他1辈子。有情有义呀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依我看，孟丽君不用去找啊，不用去找。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主义，上天王榜，上面孟丽君潜逃之内，命他投案死死，也算死了啊！那要是他1辈子也不来投案自首，难道要我女儿等他1辈子吗？这太过寒碜吗？寒碜多久？寒碜1月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看寒碜1年。太多3个月。太多了。有证作证，寒碜100天。万岁！
话怎讲？相我与孟丽君早有黑丝三谋，生则同亲，死则同用。他若不能自己归来，难道要我欺我两家小姐成亲不成？元帅不必担心，王崩一出，天下见之，那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闻？更何况他对你如此多情多女，岂能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礼呀？唉，我是怕他这身见到举目无亲，度日是你有心思问，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？父母自愿必生，乱梦自愿必成，他不为死去。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是有消息叮咚咚告，元帅你等待加言。动态加言。
为什么你太神勇多相逢？查查正是话中神。为什么自己多肯路红妆？曾想他对我话中有话，做父母后家营，一为生他。今日托定青城下，我定了他也活生孩儿啦，孩儿啊！哎呦，嫂啊！哦，你呀，弟弟母亲来了！哦，来，母亲请坐。孩儿啦，就医书信已经送去，丞相说即刻收到。好，这就好了啊！儿啦，你说丞相就是孟丽君，可是据为父所知，丞相家中早有气色了你。总有气色，怕也是眼神耳目。弟弟不行，喏，这是孟丽君生我的此娃下。相啊！哦，这画像，这我那听我看过病的丞相一模一样啊！对，老爷，你来看，弟弟请看。恰有相像之处。好，那稍时丞相到此，我们就凭这张画进去审他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想这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，更何况……我说老爷呀，你与丞相3年同朝，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夫人啊，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上。我说你糊涂，我说你莽上，你糊涂，你莽上，你莽上！你的母亲不要吵了，收拾丞相也到，凭之分享。丞相到。呀！他过来了！来了，你这个病上，你个好怕男的！
是精致的很呐！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说不定还是钟小王亲手所写、亲手所画的呢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。呀！不知丞相驾到，老夫有失原因，失礼啊，是失礼。哪里，老员中不知钟小王的病体怎样了？小儿他哟，他说病倒。哎呀，儿郎，是丞相为你快病来了。哦，是恩师来了，恩师。你可要救我的命啊！请丞相安马。下官我要到后堂为丞相设宴。老员中不用客气了。应该。钟小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帮忙。哎呦！恩师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乃是急性病。急性病哦，只怕是光火太旺了吧？这怕是营养失调吧？此病不要紧，数日以后迎蒙太后受戴，太后受戴你还怎么样？包括延期心旷神怡呀，你呀，no，是呀，能将心诉起，急到有生的病，岂能长夜宿阴嘛？这样下恐怕用不得了啊！用法当教时候是。恩师，少想我生的乃是司马平啊！是啊，谁有所思，也有所忙，司忙病，司忙病。我的病乃是为你。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。是啊。恩师请客，那，这是忙里君生我的丝袜下。这是忙里君的事袜子。那我倒要仔细地看上恩师请客。画得好是画得好啊，画得像是画得像啊。
哎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。哎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他有一双手无一样，我有心再把情话讲。儿子啊，我出少啊，与马邻居，早就孩子在门顶我呀。母亲，你当这样为是我是你小弟，可是不能母亲可惜是王房天色三月多，已经他对我路真香。恩师啊，你引进做后家业，真乃是怀病不能从进堂。母亲呀，大风乃是红台上，青云一路送人上，离他有情人终能成眷属，你无需焦草不花。此情是下中领红风马，只怕他做了高官，把旧情忘。我为他天天看到等家衣，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当，一片真心为天表，无动于衷为哪吒。
是为万骑军财，担心这领杀身我。3年来你为平瓦落，先家园时辰有因，万不得已你才与空。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无惧万岁保娘亲。唐朝真要定财，红为难，莫是胡桃遇到苦。李军啊，要是万岁赐婚两家女，这好话是我去对付。当上太监提督到，你请我有余再操刀，你家再把自己护，你不生死我生死，你家再不夫妻仇，我替打你。破情挂你儿娃女提亲，情意深深流垂，夫妻人生大，心里梅花少自春。他家将晚开的木樨不继续，我身为工人大声喊，叫人这么出的心，原来是唐人情来谈，原来是太人太儿谁在你，太儿来帮我苦不年轻呀，你为娃娘起力冤娃娘，可是那娃娘女看难长，你看她就不清楚明是金，想必她内心是少自量。你看她柳眉淡扫是为啥？想必她心中定有好事
父亲无需去作用呀，就此告辞。丞相，丞相，丞相。